Hello， 大家好，中原地產如心分行嘅 Steven 張，今日咧同大家嚟到全城會睇一個6座低層嘅 A 室一房單位。景觀方面咧就望翻自己嘅內園景觀啦，都幾開揚嘅，翠翠綠綠咁幾舒服。露台位置見到業主咧都有個晾衫架喺度，咁平時晾衫曬衫咧個位置都幾好用嘅。客飯廳位置咧，日字形一個好長方形嘅位置，都好闊落下嘅。3座位梳化啊、大電視、一片嘅儲物櫃都冇問題嘅。飯廳方面，4人飯台都見到綽綽有餘啦。門口玄關位置都仲有位可以做個倒頂嘅鞋櫃。廚房位置咁啊 L 字型櫃啦。浴室有窗嘅都，台保養得好好。最後到主人房。咁呢個主人房個 size 其實好大嘅，見到業主做咗張雙人床之後咧，都仲有好多嘅位置做梳妝台、書台啦、衣櫃啦。咁做咗地台床咧，個儲物空間更加多。